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咱《市民新声》节目呢，跟咱所有市民乡亲做伙来关心2018，在咱市的议员选举哦。咱伫顶一集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针对着这个安平区甲南区呢，有意要来挑战吼，在咱市议员的一寡参选人呢，来做过访问啊，互因来发表因的政见，啊，有因的理念哦，包括着郑光哲、林世杰，啊，有林志文。那么接下来这集节目当中呢，那个邀请到几位呢，算是新人的候选人到节目当中，共款要来讲因的理想抱负甲因的政见哦，互咱的乡亲好好啊熟悉因。即马就为大家一一来做一个介绍。好，咱首先要来介绍这位呢是参选人王玉珍王参选人，欢迎主持人咱市民、台南市民以及市民新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珍。好，非常欢迎。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这位参选人是李启维，欢迎启维。朱麒麟，个其他的参选人，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K维李K维。好，你今嘛爱先恭喜一下启维哈，听说你的宝宝诞生了，对不对？对，都今仔日下晡迄时阵啦，都当然今仔日下晡，哦，非常恭喜恭喜，很感动，也很开心，对。好，谢谢你，谢谢你来参加节目。好，咱最后几位为大家介绍是参选人周丽晶，欢迎丽晶。主持人好，各位前辈、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丽晶，朱磊丁。是欢迎哦。好，咱原本呢，吼，伫这集节目当中，也有邀请到金城里长现任的安平区里长联谊会的会长黄俊策，但是伊今仔日哦，熊都重感冒了吼，而且他整个声音都沙哑，所以没有办法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连刚有机会，咱各个邀请哈。好，咱伫这节目一开始吼，咱特别请在场的几位贵宾呐，吼，好好来甲自我介绍一番，因为呢，咱要参政最重要的是讲爱互咱的选民熟悉你嘛，所以今天透过我们节目这个机会呢，我们就要让他们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好，咱的观众朋友先来了解因，好，咱的先为玉珍开始。是玉珍是原里新妇，拄过来原里的时候，我嘛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一厝相夫教子。是。随着囡仔的成长，玉珍开始参与着社区甲地方的公共事务。我进前是台南市救国团将近要5档的时间，参与甲负责协助学校的一块户外教学的活动，是也参加新疆国小主持辅导代课的老师，搁伫咱国小说故事妈妈的团队。哇！因为有办过真侪囡仔的活动，也参与过真侪学校的教育，所以迄当阵我伫原里地区有想着讲，咱是毋是伫原里原里地区会当甲囡仔办一个无共款的暑期活动，所以我甲当时的里长甲理事长来说明我的构想，也得到因非常大的认同，所以我伫原里地区出发点创办了台湾囡仔暑期夏令营的活动。这个活动到这时已经10档啊，而且现在是台南市南区区公所来接手，再继续办理。当初的30个囡仔，一直到这时超过100个以上的小孩子来报名参加，这表示得到家长的认同甲肯定，所以特别若看到囡仔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拢非常的感动。再来玉珍开始加入迄个社区的推动的计划。迄当阵中央劳委会有推动一个多元就业计划方案，我是这个计划方案的专案经理人。这个计划上主要的是活化咱的社区产业，以及创造就业妇女的机会。所以迄当阵我创办了年年有余社区工作坊，专门这几块鱼钓式。目前这个展示在我们的府中街还在继续。我们这个社区的计划也获得了我们中央劳委会特优的奖项。像我们知道说，玉珍你后来还当了里长，对不对？是。玉珍伫老清德议长咧做立委的时阵，加入他们的竞选团队。是。迄当阵也担任咱立委的原里服务处的主任。去当前受到咱赖医师的鼓励来参选咱关市合并第1届英灵里的里长当选，第2届也得到咱里面的认同，
继续来连任。我除了里长的职务以外，我也是咱台南市新宫社圣化堂的委员，以及中德堂救济基金会委员。是针对一寡较贫困的民众，我拢会透过每一个基金会来帮助他们，来得到他们的协助，帮助他们。这次要来参选咱南区安平区的初选。我是得到咱罗清德议长甲立委林俊宪全力支持，要来参加咱南区安平区民进党党内提名初选，这个重大玉珍后要来承担，所以讲，我会用足辛苦的服务精神，倾听咱民众的需求，来推动政府各项的政策规划甲执行，为妇女、为弱势、为教育来发声，这是我目前以上系甲大家来报告。好，所以呢，那你听起来哈，王玉珍伊的是为一个哈，原本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然后后来就有投入社区去参与一些，然后规划一些活动嘛哈，然后到后来还加入这个赖医师啊、林俊宪的这个团队里面，然后后来才会说又有选里长哈连任了嘛哈，所以是做了2届，然后现在呢要来投入这个议员的选举啦哈。好，那等一下呢，为什么要投入跟他投入的这个政见是什么？我们待会再来访问他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启维，来启维，你自我介绍一下。我们知道你爸爸是李文正议员，对不对？讲对啊。嘿，好咱市民新声咱电视机前安尼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的欢喜。今仔有这个机会会当来上市民新声的节目，互大家更较熟悉到少年的 K 位其实 K 位头仔主持人有有讲到其实自细汉的时阵就甲这政治的工课民意代表这政治的环境会当讲就是有真大的一个接触自细汉就伫这款的一个环境大汉K 位细汉的时阵是读南区的日成国小其实求学的过程嘛因为厝内底一个关系其实自细汉甲后来大学毕业研究所其实都嘛是拢会关心一寡迄个时事一寡政治的一些新闻因为这厝内底一个关系其实这个新的一个选区这个原本我是安平区这个甲南区合并对K 位主要要讲的就是 K 位的求学过程其实甲这个新的选区有真大的一个渊源细汉的时阵阮是徛伫南区的国民厝体所以读这日新国小是嘛因为厝内底一个关系啦其实细汉就阮真活泼啦细汉国小时阵就阮参选这小市长从小就有参选的经验小市长当然后来国小年的时阵爸爸安尼做议员当然6年级嘛是细汉阿嬷兜就拢伫南区遐国民厝体遐就阿嬷照顾后来国中就转去读安平国中后来高中迄个昆山中学昆山高中是大学是毕业迄个伫迄个长隆大学会计资讯学系啦后来佫有去读这中山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所是对这是一个求学的一个过程对像 K 位即马来退伍了回来当然就伫就爸爸身躯边担任伊迄个特助的一个工课啦其实阮拢甲爸爸地方上安尼咧做伙共同咧拍拼参与安尼真侪活动阮这真侪选民服务的一个工课拢共同做伙伫爸爸身躯边安尼阮算学习啦嘛磨练啦对像我即马固定每礼拜二阮拢会伫南岛电台FM 89.110点到12点主持这我的台湾的一个节目。是。对像最近主持过一场较大场的一个活动就是阿扁总统伊的查某囝就是阿扁总统互关诚久就是伊第一届公开的演讲谈话迄个就是因查某囝陈信宇诊所的开幕嘛这场阮是 K 位主持的相信真侪
这观众朋友吼，阮啊拢加减我正正的时阵有看到吼。啊，迄个民进党的党籍吼，可为阮啊有参选过2届全国党代表的一个选举吼。啊，可为阮啊是16届吼，甲现任17届的全国党代表。吼。啊，像陆陆续续吼，像可为安尼一个过程吼。啊，谢长廷选总统时阵到蔡英文吼选总统，其实可为阮啊拢有参与着吼，这青年军啦吼，这算民进党的一个青年军啦吼。啊，甲诚侪少年的朋友吼，阮啊做伙安尼咧为着吼民进党的选举安尼拍拼吼。啊，像太阳花学运吼，可为阮啊拢有去参与着这吼这静坐啦吼，迄个时阵就是。哦，这诚侪少年朋友因为国民党违反吼民主的一个程序吼，啊，拢徛出来抗议吼，啊，可为吼迄个时阵吼，阮啊有诚大的一个参与吼，啊，像太阳花学运吼，啊，迄个时阵安尼吼全国吼安尼串联吼，啊，像伫台南的话吼，阮有甲这教会界吼，中国教会吼。啊，有成立一个迄个台南市的行动教会啦，吼，阮是每个礼拜日吼下晡的3点吼，拢会固定伫遐聚会。迄当时的成立吼，就是为着要声援遮的迄个太阳花学运遮的少年朋友啊吼，啊，算为因祈祷吼。啊，阮啊，因为阮迄个行动教会，阮啊拢有一个树仔骹开讲的一个时间吼，啊，拢会有一寡民主的前辈吼，伫遐算甲遮的少年朋友吼，一个经验的一个传承安尼啦吼。对，啊 ，K 位吼嘛是这台南市行动教会的一个执行长，啊 ，K 位迄个首先吼先阮啊安尼甲观众朋友吼安尼介绍吼，啊，互大家安尼熟悉，谢谢，大家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啦吼。所以 K 位就是自细汉受到爸爸忠情的影响咧，所以伊本身来讲吼，自细汉可能嘛对政治有兴趣吼，啊，后来即嘛有担任主持人啦吼，训练家己的口才，这嘛是袂歹吼，佮有咧主持活动。好，来接下来咱来听看吼，丽晶来。大家好，我是周丽晶，周丽晶。来，丽晶是伫永福国小。新兴国中毕业之后，开去加拿大读册。伫加拿大，我读的是 Northview Secondary High School 和 McMaster University。我加拿大回来了后，我就伫爸爸的服务处做助理。我目前是伫台南市议会法规研究室上班，在负责议事法规资料汇整，跟有协助一些议员汇整一些资料。伫民主进步党的部分，丽晶嘛有参过。台南市的市代表，佮有中央的党代表。伫加拿大读册的时阵，我时常想到有一天我会当你国外所看到、所学到的带回来给乡亲。国际城市需要给国际有眼光的年轻人一个机会，恰好领巾过来的少年人一个机会。谢谢。哇，丽晶的这个自我介绍简短有力啦哈。那丽晶呢，她是这个前市议员周明德哈的。千金哦，所以现在呢要来传承爸爸这个政治的香火啦吼。嘿，好，那你就也加油哈。谢谢。好，那就是说，咱即马后续落来呢，就是要来请教讲在场几位哈，因为人讲参选政治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动机，才决定要投身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先请教启伟好了，你还是想讲吼，你家己要出来选议员，因为对爸爸对汉尼久啊，认为你应该负责任的时阵来啊吗K 位吼，细汉安尼甲大汉吼，就受到爸爸吼即款的一个精神吼，深深的一个迄个熏陶啦吼，啊嘛影响吼，啊嘛深深了解到吼，其实这社会吼，啊这政府吼，有哪是佫有真济吼，这不公不义的一个代志啦吼，像定定看爸爸呢咧甲人帮忙吼，啊咧甲人服务吼，啊真正社会上吼，有哪佫有真济吼这。更加需要帮助的人吼，啊，这个社会一寡弱势吼，真正需要就是安尼较大一个帮助啦吼。所以像顶一届吼，阮有哪有一个口号吼，就是咧疼惜弱势吼，啊，人权无价吼，啊，主要吼就是甲遮一寡需要帮助的人吼，啊，会当安尼甲因帮助着吼。是。啊，所以启伟吼，自细汉吼，啊，着安尼即款的一个环境大汉吼。啊，看到爸爸吼，安尼咧付出吼，安尼努力吼，啊，帮助遐需要帮助的人吼，啊，安尼因安尼得到一个吼改善吼，得到一个帮助吼，啊，因安尼有哪吼，因的生活各方面吼，安尼真大的一个迄个改变吼，啊，这启伟吼，安尼内心吼有哪，自细汉吼有哪着有励志啦，吼，啊，就是
这大汉了吼，有当就爱安尼会当诚做大家吼真好啊，真大一个帮助吼。所以即届当然为讲合并吼，有当时啊较竞争吼，有哪范围吼，有哪加较大吼，较复杂吼。毋过各位相信啦吼，长久以来吼，爸爸即款的一个精神吼，各位伫个身躯边有哪安尼对着伊一个骹步吼，安尼踏实吼，一步一脚印吼，安尼拍拼吼。我相信选民的眼光吼，应该也是都会看吼，就是实实在在吼，真正有理想吼，真正要来为大家服务拍拼的人吼，一个机会吼，会当甲少年的客位吼，全力来支持，互客位吼会当安尼，即款的精神吼，继续为大家拍拼吼，嘛讲稳静精神，客位继续传承。支持李文静，疼惜李客位吼，全力甲少年的李客位吼，安尼来支持吼，疼惜，好，感谢，谢谢。好，来传承这个李文正议员，然后好，那丽晶呢？你呢？你那时候想要参选，有没有受到爸爸的影响？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是爸爸叫你出来选的吗？都有啊，都有。对啊，因为从小就看爸爸当市议员。对啊，就是我会鼓起勇气跟他讲说，我想要参加市议员初选。也有受到一些前辈，还有一些长辈、乡亲的鼓励。最主要是因为在我求学阶段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很忙碌。可是那时候他们到底在忙碌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只是说，你就把自己的功课、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就好了。直到我从加拿大回来之后，我就先到爸爸的服务处当助理。可是那时候我就间接的服务到一些乡亲，我们的乡亲。可是我看到他们得到我们的帮助之后，他们就是我们有服务案件的时候，可以帮他们圆满的处理，他们就觉得很感激我们。可是我也会很有成就感。对，虽然只是有时候是关心、倾听他们而已，但是我知道他们有很多的困扰。我想说，我只要多一点点的耐心跟热情，将心比心，这样这个社会的有正面的能量就可以传达出去，就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时候我才想到，我就回想说，原来我爸爸我在小时候，爸爸都是这样在帮助一些乡亲。之后我才有勇气，就再次跟他讲说，爸爸，我想要出来选。参加民进党的初选，希望有机会可以有能力帮助更多的乡亲朋友，就是传承务实服务的精神，还要延续民主进步党青年勤政爱乡土的理念。谢谢。对，所以想讲当动算以外，当帮助更多的人呐。对啊，好，那这样的话，玉珍，你是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决定要参选议员的？玉珍是20几年来所接触的，拢是甲民众上有直接关系。里长吼，是上了解基层声音的人。对。我定笑讲里长像 7-11，24小时不打烊。所以，但是学无止境。我到目前，我伫这个社会大学内底，我也是更加真侪前辈哈，在学习当中。其实，身为一个女性里长，玉珍非常清楚。其实。民众的需求非常的简单，就是水沟会通，路会平，风台来时唔透风落雨，唔通淹水，等等。其实大家需要的是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妇女朋友，希望会当安心生活，咱的弱势家庭会当得到帮助，咱的儿童少年可以快乐的学习。我相信。所有的家长，包括我家己，我拢希望会当互咱的后一代有一个较好的未来。其实这是民众上简单的、最简单的需求，但是也是政府最基本的责任。当前这7年外，我一直真感谢我的里民，甲我服务过的民众，因为伫因的身躯顶。我得到真侪的经验，真侪的鼓励。毕竟里长的职权有限，尤其是对咱弱势的民众，我个人是认为，政府的政策应该可以更人性化一点，让民众在需要政府部门协助的时候，
可以伸出援手，拉他们一把。这次我拄则有讲，这次玉珍得到赖清德议长甲立委林俊宪的全力支持，要来参选咱南区安平区市议员的这个党内初选。我拄则嘛讲，其实这是一个重担，但是我要勇敢来承担。玉珍这20几年来的服务经验，我会用最真诚服务的态度来倾听民众的声音，督促政府各项的执行与政策，和咱的妇女，为咱的妇女，为咱的弱势，为咱的囡仔来发声，来建言，希望会当创造一个安心佮安全的南区安平区。这是我想要来参选咱市议员这边的动机，感谢。好，谢谢。好，所以3位吼，你听起来就希望讲，家己若是吼会当当选议员的，会当吼来为更加侪乡亲来做服务啦吼。不管讲吼徛伫什么位置的话吼，毕竟呢，若是做议员吼，安尼力量会更大吼，因为可能做里长你能争取的有限嘛。但是呢，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往上呢，当选议员的话，可以服务更多的人吼，帮更多的人造福。好，既然要参选议员吼，那咪讲嘴讲有的说，当然要提出政见嘛吼。所以到底呢，自己有什么样的政见可以来争取选民的认同呢？那我们就请丽晶来先发表一下你的政见哦。我主要的政见有2点，第一，黄金海岸沙滩重现。我们都有发现到整个海岸的沙滩都一直在减少，每年以4公尺的速度向后退缩。为了抵挡海浪的冲蚀，政府做了一道道水泥的防御工事，投入大量的消波块。这些水泥工程与消波块真的能替我们守住最后的海岸线吗？但是我们也有看到高雄茄萣的海岸线越来越漂亮了，上面的景观也是维护得很好。我在想，我们来推动植树护沙，争取台17线截弯取直，再来整合海岸的防风林，减缓海岸线的侵蚀，让沙滩重现，规划海岸的休闲水上活动，进而开发国际型的滨海公园，这样周遭做生意的也会比较好经营。必须要有人潮才会有活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海岸线侵蚀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昆新、湾里，还有溪球低洼地区排水的不顺畅，这些可能会危害到居民的居家安全，还有生命财产，这些都是丽晶很重视的。虽然在我爸爸任内的时候，他有争取到抽水站，以前一下雨就一直淹水，现在虽然改善很多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未雨绸缪。还有第2点，我要讲的是教育，孩子的教育，我们一起来关心。目前公立幼儿园的比例相当低，而私立幼儿园的收费又比公立幼儿园高。虽然我们的赖市长，现在的行政院赖院长有提出幼儿园的补助，但是还是有一点落差，年轻人还是不敢生育下一代。所以丽晶在想，应该要全额的补助私立幼儿园，要善用国中小的闲置教室，将这些教室活化，让我们的孩子都可以受到最好的照顾，提升教育品质，而家长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借此来减少家长们的负担和担忧。因为我知道孩子们将是台湾未来的支柱，教育也是百年大业。谢谢。好，所以丽晶的政见就是黄金海岸的沙滩重现，另外对教育这一块，它也相当的注重哦。好，那我们也听一下玉珍您的政见呢？这边咱南区安平区区域合并是一个区域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那一定要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因此，我讲我的政见分为2大面向。是，第一，我想即马咱民生和经济的政策，咱希望打造一个南区安平为台南市陆海空交通重要的枢纽，强化咱台南机场功能，加强咱周边公共设施推动观光旅游，引进新型产业模式，运用高铁站延伸，配合咱即马台86快速道路，未来的铁路南站。串联安平的商港，发展咱港市合一、陆海空联运，将咱南区安平会当为后壁门变成头前门，
和咱的后一代，会当伫家己的故乡投入职场，及创业，不需要个离乡背景，是从南区安平营造一个包含工商业、服务业以及休闲游憩的多元化生活环境。所以我这两个民生及经济政策呢，我分成几个细项。是第一就是通盘检讨咱南区安平土地使用分区，将已无开发需求的公园、市场、闲置公共设施保留地予以解编，还地于民。因为我知影有足侪迄个政府规划的公园预定地或道路预定地，有的有征收，有的无征收，但是你被规划到的，它变成它的土地的价值，毕竟就拢较无伊。对，所以讲，若无用到的土地，是毋是会当市政府会当予以解编，把这个土地看是要征收、要建设，还是要还地于民？第二，就是要活化咱闲置的空间。即马有足侪闲置空间没有用到的，我们要建置新住民特色园区，推动区域多元文化及产业发展。因为这样写新住民，我知影咱有客家文化园区，还有原住民文化园区，但是新住民目前好像还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些闲置的空间来建置是不是有新住民的特色园区来进驻？是。再来第三，要推动我们的市政繁荣。伫安平的部分，即马安平运河已经有游艇在进驻所以讲发展游河观光，还要规划我们河岸装置艺术及光雕计划。这是我想要推动的。而且伫安平有真侪里长，也是希望说，因为白天就是大家就去逛安平，但是晚上我们的游艇进驻到就是游运河的话，你至少要有一个特色，让它可以在安平的运河可以继续的来游玩。所以讲，我希望讲和安平的观光旅游，白天和晚上一样，都可以那么的璀璨，是，进而吸引游客在台南停留过夜，繁荣我们地方的经济。这是我目前的3大政见。好，那我们也听听看K-Wei 你的政见呢？以阮长久这爸爸5届差不多21档的一个议员的一个经历伊对地方深入的一个了解佮加上我少年一个新的想法，安尼整理出来这在地部分这是阮未来要来努力的要来打拼的一个所在这。好，来我咱听看卖。这就是台南市迈向国际城市的中心。这届原本阮的选区是当安平区尔，这届加上南区这个咱讲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迄个条件因为这区安尼就结合了陆海空啦咱看国际上的大都市、大城市一寡国际城市的中心因绝对拢有陆海空这3个部分。陆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市政的一个行政的一个中心，海当然就是海港嘛就是港口，空就是机场嘛咱这个区拢有具备这3个一个条件所以这爱来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这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来做一个结合所以台南市政中心进前嘛有一个正大的讨论讲要迁移这阮会坚持这无应该搁浪费这样济钱等到甲这么好的一个条件甲破坏伊是来第2个部分就是安平甲南区这海岸线不当的水泥化建设应该恢复原状啦这就是讲到阮黄金海岸这一个部分阮有安平的一个经验安平的一个发展其实这阮这不当的一个海岸线的一个水泥化这些政府其实可以来做个改善啦是，像咱即马伫滨海看迄黄金海岸，其实因迄堤防阮拢高于这滨海公路这阮的认为阮的一个主张应该甲伊就是整平会当互直接就会当互市民朋友就会当直接安尼迄个亲近这迄个海岸线方便大家从事休闲海上的一个活动阮会当结合着四昆新溪树湾里的一个部落人文风情促进沿海
地区的一个观光发展，这是第二点的一个部分。是。第三点的结构法令啊，鼓励在地渔民发展海上休闲活动，因为这一个好的政府就是爱利用到这原本有的一个资源啦，唔是搁去就是开大笔的钱搁要去做啥物就是爱好好利用到当地的一个特色啦，一个资源啊，像四昆新的一个红花膏啊，万里二林溪这迪拜啊，有哪会当互伊落去走嘛？载客这嘛有那是一个真大一个特色啊，欣赏红树林自然生态佮有安平运河嘛，应该开放渔民经营，就是这渔船啊就是做这水上计程车的一个方式啊，结合这养科的产业因为南区安平有那有真侪这养科的产业，因迄鹅饼其实有那会当做一个迄个养科，迄个鹅饼啊，迄个一个生态区会当互迄个观光客就当去参观啦保护海洋资源发展带动观光甲就业的一个发展这是第三个方向是。啊，第四个部分就是交通的问题啊，像安平的一个交通假日有那拢非常一个塞啦啊，这阮有找出一个所在会当做这对外一个联络道路，就是河尾路应该会当直接连接去四草大桥加做安平的一个外环的一个过境道路，疏解安平对外的一个交通问题啊，这其实政府就会当直接来做，因为这沿路经过这真侪拢是公家政府的一个土地这直接政府其实来征收来推动啊，这有哪会当疏解掉安平这每到假日啦这塞车交通的一个问题是。啊，第二个部分就是有那甲交通有相关的华尾华滨路的路的应该尽速开辟拓宽以利交通顺畅安全及整体的一个景观啊，我相信这真的市民朋友那知影这个部分啊，这有那讲真久啊这客位将来嘛是继续来努力继续来拍拼因为这个部分这甲安全有真大的一个关系遐定定因为这一个迄个路的一个不对称迄危险性咱讲非常的一个大啊，第六个部分啊，就是解构安平运河沿岸成为有利的亲水环境啊，即马运河的船开始走啊其实会当开放这望月桥甲安义桥运河南岸露天咖啡经营啊甲艺文的一个表演这会当互遐安尼个较繁荣个较兴盛啊，带动地方的一个发展，甲增加就业机会这有哪是阮安尼对地方一个真深的了解，啊一个研究过认为这会当赶紧来做的来推动的啊，第七个部分有哪是这算有哪阮长久以来最关心的就是这像客位一直有哪拢讲台语讲咱的母语啊，即马咱的台语会当讲。快濒临联合国甲咱认定快濒临死亡的迄个语言所以这迄个中学甲小学这国民教育这迄个母语爱列入正式的一个课程啊，一礼拜至少爱上2节像大安市长的一个辩论因为咱对这罗马里的一个讨论有那迄个有非常大的一个讨论啊，其实这长久以来阮。迄个客位甲着爸爸有哪伫议会有哪有做真大一个努力甲拍拼啊第八部分就是解决饮水的一个问题其实迄个五期较早有哪真好饮水啊，毋过即摆五期其实爸爸做即几届来几若当一定甲这饮水的问题啊处理甲非常的一定算减少足济啊其实这上界主要的一个问题啦就是爱真正对症下药，找出真正的一个原因啊，甲排水的一个连结做好啊，毋是这瞎子摸象啊，开了大笔的一个经费啊，不但无效果等到去破坏自然景观啦这是阮的一个看法啊，第九个部分就是算甲阮长久的一个政治理念这有关系就是这有哪爱甲这开罗宣言开罗谎言的一个部分爱讲个清楚啊，要求这教育局更正高中甲国中的一个教科书啊，建立正常的一个国家安尼还会当真正确保台
台湾的一个安全啦吼，因为这是上较根本、上较源头的一个问题吼。啊，第10个部分吼，啊，就是持续要求政府落实 TNR 的一个政策吼。啊，其实进前台南市吼，赖清德市长吼，伫全国吼获得全台湾吼一阵的美名吼。啊，台南市吼是友善城市吼，这个部分吼，这就是 TNR 的一个政策吼。这当初是李文哲议员伫个议会吼非常非常的坚持，所以咱即摆台南市是零扑杀的一个城市吼。啊，这个部分吼，这有咱爱继续来努力吼，彻底的解决流浪狗的一个问题啦吼。认养代替购买吼，啊结扎代替扑杀吼，这是第10点吼。啊，第11点的一个部分，最后一点吼，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吼，真的不能缴健保费啦吼，因为其实这像其他一寡进步的一个国家吼，其实安尼老人的退休金吼，其实咧政府嘛袂甲因收这健保费啊吼。啊，这其实吼，这台南市政府的财源吼，我相信这会当来做较够的吼。啊，3岁以下的地方政府每月补助3000块吼，老人年金吼，应比照农民吼每月吼14000，啊，余保资格应放宽吼，投保薪资应比照工会啦吼，这客位吼啊，有哪会来努力吼，会来拍拼一个所在吼，啊，这绝对吼会传承吼，这爸爸的一个政治理念吼，啊，这服务的一个精神吼，啊。唔管着这路途吼，有偌哩那艰辛吼，偌哩那辛苦吼，啊为台湾、为乡土、为人民拍拼的一个精神吼，啊绝对吼，阮阿未来去改变啦，好，感谢。好，所以启维的这个政见听起来哈，有很多是现在这个李文正议员也是在努力当中啦哈。好，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刚才除了说，你是要选台南市议员嘛，整体的政见以外呢，恁算的是这个安边区、甲南区的部分，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哈，是不是？我们先来请教这个玉珍啦哈，你认为说，在安边区、甲南区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哪些的建设或者是哪些的服务，是你们还可以努力去争取到的？玉珍提出3项吼，目前咱市政府吼，有咧推动甲规划，是不是咱会当共同吼来为这个目标吼来完成？拄则我有讲到吼，这个全面检讨咱南区，咱南区安平区，吼防洪的标准。规划完整排水系统甲淹水的问题是，其实迄当中呢，地水方案治水经费编了非常多在台南市，所以讲以阮原里地区来讲，嘛是开过6000万，底下来做地水的方案，但是这个成效，我一直希望讲，就是咱市政府的专业人员必须还是要经过地方的一些经验。然后2个做结合，然后做出来的咱的防洪系统是不是靠有这个价值？所以有台现在钱开下这了，但是成效并没有我们预想到的那个标准。是。所以这个防洪系统，我们的那个排水系统，我希望我们的市政府可以吸取地方的经验，来共同，来对这个治水方案能够再来努力。再来就是推动竹溪景观。竹溪景观的再造计划，目前这个计划一直在进行。我们的赖院长在上个月在这个月吧，也有来参观过竹溪的一些改造工程。对。那我们是希望把竹溪沿岸打造成韩国的清水川、清溪川。再来推动成立呢2人溪的资源兼土壤的富裕博物馆。2人溪的是克顶湾管理的黄金海岸。对。当初2人溪是非常的污染废五金，污染非常的严重。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努力，我们民间的一些团体，还有我们政府的一些资源进去，现在2人溪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溪流。所以讲这几档的努力，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继续？然后我们可以成立来推动一个富裕的博物馆，让民众知道从当初到现在所有的过程，让民众能够更了解然后这个环保，我们民众也要从自己做起。再来就是咱的水平温水平温的公园，改造工程，
我希望能够推动成为全市第一个儿童的主题式的公园。你知道水平温那是伫咱台南市算面积很大，而且很多民众会去那边休闲运动还有小朋友游戏的地方。是，但是我感觉我有定在观察我是希望说，那个水平温那公园可以更好。那个小朋友的游戏设施，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些更多的改善？因为现在家长被少子化很严重，然后囡仔有通生一个两个，拢非常的宝贝。那我是希望说，在我们的水平温公园里面是不是可以跟市政府我们共同来努力来推动我们的水平温公园呢，可以成为第一座的儿童式主题式公园。以上呢是我认为说目前我们市政府在推动的一些建设可以努力的。可以努力的部分。好，咱马来听话，启维都讲你一点五工作者这个证件的，那里面有关于这个安平区跟南区发展的部分，你可以努力的部分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好了。像安平区跟南区有一个真好的一个先天的一个资源条件就是拢是较我台南的西边上在西边就是靠近台湾海峡。对。所以这沿岸的一个海岸线这咱讲是政府会当好来发展甚至安尼就会当规个带动起一个观光像我头我有分享到的像客位认为这会当迄个会当政府就是会当赶紧来做一个处理就是咱滨海迄个滨海公路的一个堤防这其实爱来去整平互迄民众会当安尼就很自然的就会当去亲近这海岸线就会当去从事这休闲的一个活动其实黄金海岸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不是船污的迄个问题，我感觉政府嘛无应该这应该就是爱当机立断啦，这真正这当初是一个错误的建设海底黄金海岸安尼。遮尔大的一个没落拢无去发展到，这咱讲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可惜啦客户是认为阮提出来这个方式这个方法就是直接互民众人民就会当去亲近这海上的一个休闲活动安尼较发展得起来啦这嘛会当结合着四群新甲喜球湾里部落的一个人文风情这就会当讲是台南这南区加沿岸会当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其实像阮安平的一个经验啦有那就是爱强化啦强调在地的一个特色，较有法度吸引到这观光客啦要不你无一个重点每次就爱建设啥你等到就是爱迄个强化着在地一个文化一个特色这观光客才较会法度吸引得来所以这个部分我感觉政府会当赶紧来做一个处理的这会当带动到南区的一个观光对，谢谢。好，谢谢启维。好，那历经在安平区跟南区的部分，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努力？我想南区跟安平区应该要整体来思考，有关交通路网的完整规划。当我们想要拼观光又要拼经济的时候，第一个要件应该就是交通的动线的流畅度，譬如轻轨系统的建构，所需要的转运站 T-Bike， 还有公车的搭配，这样以后有外地游客来台南安平玩时，他们就不需要开车，游客也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搭火车转轻轨，那骑着脚踏车就可以到我们的安平黄金海岸去游玩。接下来我要催生安平跨港大桥，还有渔光岛到昆新的跨港大桥，甚至从渔光岛，我们也可以思考坐船到昆新、喜球、湾里，串联滨海的观光景点，再骑脚踏车或者是坐轻轨再回到安平，或者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可以坐高铁，或者走东西向86线到湾里。86线这一条路是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我们应该好好的利用和规划。
让游客可以很轻松快速的到我们的洗漱、湾里和黄金海岸，再由昆新跨港大桥到渔光岛，再到安平去玩。我们想要留住观光客的话，我们必须要串联滨海的观光景点，让他们可以住宿过夜，有吃有玩，交通又方便，回家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带一些伴手礼回家，这样经济效益才会大。安平和昆喜湾的结合，可以疏解安平的车潮，还可以带动我们的昆喜湾。或许我们安平和南区是一个文化、商业的均衡发展的区域。谢谢。好，谢谢啊，谢谢丽晶。好，以上就是这3位我们的参选人哦，他们对于这个我们整个台南市还有这个安平区跟南区呢，他们的政见哦。好，那接下来又要跟大家请教的讲恁即马就是要来争取这个民进党的党来提名优先嘛因为这届呢南区甲安平区合并啦，合并了原本的这个安平区有2席合并南区有4席，所以总共应该就是有6席。那要选出的这个里面妇女保障名额是1席。好，那依照民进党呢提名的策略，应该就是过半加1，所以应该提4席啦所以今晚你来先通过这个筹算机关嘛。那针对这个民进党的初选机制，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然后另外呢，恁今晚刚好得到什么2个支持？我们先听看启伟来。好，谢谢首先头看主持人有讲到这民进党的筹算K 位伫遮要强调一下这原本民进党这个筹算有一个鼓励年轻人新人对的一个参选的一个条例，有加权吗？拢各加10%。不过这后来各有一个特别的条例啦。对，就是讲这正二代正二代排除吗？这个拢排除其实像阮的认为讲这有哪是非常非常无公平的一个所在啊！因为你既然要鼓励少年人鼓励新人你民进党应该得爱抱着更加开放的一个态度嘛你袂当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啊！就 K 位，我认为我正二代，我自细汉接受爸爸安尼非常严格的一个训练我感觉我嘛最优秀的啊！这应该嘛是爱鼓励啊，这。议员这定定伊嘛讲着，伊这较早是为民进党咧党外咧拼街头咧拍拼这安尼迄个有哪非常的一个辛苦等到即马怎正二代怎假设安尼是一个迄个都无加分，无多这会当讲是非常非常无公平的一个所在啦所以即届K 位安尼初选当然，安尼这个部分就无去加权着嘛所以有哪来拜托咱电视机前咱的市民新声的观众朋友这长久以来这李文成李议员为着地方为着过去党外的时阵就开始咧参与街头运动民主运动安尼这款的一个精神这款的一个路线相信这真侪市民朋友所看到，阮一路行的嘛是安尼，就一步一脚印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就是用心尽力要去甲大家帮助甲大家服务所以阮爱拜托大家全力甲少年的 K 位安尼支持K 位会当安尼继续为大家拍拼安尼延续着李文成李议员长久以来这款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热情甲精神而且有哪都要讲到这个初选机制有哪感觉到无公平所在有哪阮咧讲来讲去，拢党中央讲的话，讲不讲要加，后来都无加，对所以拜托大家，谢谢。所以 K 位的部分，因为爸爸是李文正议员现任的啦，所以他就有排除不能加10分。可是像丽晶的话，因为你爸爸不是现任的嘛，所以你的部分应该就是有加到那个10%啊，对啊，那你对于初选机制你的看法呢？我是很感谢民主进步党有听到我们民众和年轻人的声音。对我来说，可是知名度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毕竟大家认识的是我爸爸，而不是我。所以丽晶会尽最大的努力，一步一脚印，用我最真诚的和热情，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认真。至于民进党加权
对新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帮助。我很感谢民进党对新人的栽培。所以初选我身为党员，我还是会尊重党中央的决定。这样，谢谢。好，谢谢丽晶。那里长您的部分，因为你是现任里长，好像也是没有办法对加权，对不对？来讲一下你的看法。拄则因拢有对党来有一点抱怨啦其实什么叫做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简单来讲就是展现自己，是争取认同，程序公平。尊重结果，所以讲，长久以来，民主进步党就是一直拢用这种的民主，定数来争取咱台湾人民的认同。目前伫南区安平区，并无民进党籍的女性参选人，女性议员啦，对。所以玉珍希望会当为咱南区安平争取一席的妇女民意代表的名额，和女性的需求会当得到大家的认同。什么叫做女性的需求？主持人，我们在座也有都是身为女性，职业女性，玉珍我非常清楚，有当时家庭、甲职业工课两边在烧的一些困境，身为一个妈妈，我嘛非常清楚子女教育的重要性。是，身为一个地方里长，我更加清楚咱社会福利的需要。所以呢，玉珍有机会要来进入咱台南市议会的话，我一定会推动政府部门创造一个友善的生活环境，和咱的妇女朋友会当安心来生活，和咱的弱势家庭可以得到帮助，和咱的儿童少年可以快乐的学习。玉珍嘛是一个新人，虽然是里长但是对议员来讲，我嘛是一个新人所以呢。这次的参选就是希望讲，和咱的市民朋友有一个全新的选择。所以玉珍会用到，咱热情的议长甲立委林俊宪的服务的精神，一步一脚印，结合咱所有关心咱后一代市民朋友，共同来打拼，来建立新的政治参与模式，倾听基层民众的声音，督促政府各项政策的规划与执行。为妇女、为弱势、为教育来发声、来建言，创造一个安心、安全的南区安平区。感谢大家，好，谢谢玉珍。好，咱伫个节目的最后咱每一位一分钟啦甲恁各有什么话想要对咱市民乡亲讲的拢会当表达出来。来，我们先请丽晶。台南是咱的故乡，丽晶知道有足侪少年人拢想要留在咱的故乡打拼，但是在大环境的无奈。使得我们的亲人必须在外打拼，所以我认为政府应该要打造一个适合的环境。丽晶想要建议看监督未来的市长，请给丽晶一个机会，谢谢。谢谢。好，来启维。好，K 位是所有的参选人当中上个少年的常常咧讲着少年就是希望就是未来嘛是活力嘛是一个愿望所以有咱拜托所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K 位虽然少年毋过这头 K 位有分享着过去的一个背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的一个经历K 位有会当讲对地方对要安怎为民去服务去甲大家加做大家帮助会当讲有真大的一个经验啦所以 K 位相信家己有会当。就是大家甲 K 位选择有会当为大家带来上界实质的一个帮助上界有效的一个帮助所以有拜托大家全力甲少年的 K 位支持栽培疼惜互 K 位会当继续为大家打拼。好，感谢。好，谢谢 K 位来，最后请玉珍。大家拢讲和少年人一个机会啦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一些议会生态还是必须要有老干新枝。玉珍伫20几档地方上的磨练，我相信，能够为咱的市民朋友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讲，我希望这边咱的民进党南区安平区市议员的初选，希望大家是第一关的初选就是电话民调，所以玉珍希望咱的乡亲伫电话民调的部分，会当来唯一支持王玉珍。和玉珍会当有机会，来甲乡亲共同来打拼，
实现咱真正为咱的后一代创造一个更较好的未来。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再次感谢咱3位参选人到节目当中来说明因参选的理念甲政见抱负相信咱观众朋友呢，看完咱这集的节目了后，对着因呢有进一步的认识，这嘛当提供互恁伫电话免调的时阵呢，恁要支持什么人有一个参考。好，再次感谢3位到节目当中，嘛感谢咱观众朋友收看《市民时下》节目，伫遮过一段落，咱再会。